第6章，班禅索南扎巴。到了下一世，持律主转世为一名非凡的学者班禅索南扎巴。他生于1478年。由于备受敬重，他后来成为第3世达赖喇嘛的精神导师。班禅索南扎巴的身份非常独特，因为他是史上唯一曾分别担任过甘丹寺、色拉寺和哲蚌寺3大寺院住持的高僧。此外，他也是上密院的住持，以及第15任甘丹赤巴法王。班禅索南扎巴聪明睿智，学识渊博。他特别因著述了11卷哲学论著而闻名。这些论著至今依然是著名的甘丹萨吉寺及哲蚌洛瑟林寺僧人考取格西学位所修读的主要教学大纲。其他主要寺院也会因为对比研究而修读这11卷论著。班禅索南扎巴于1554年圆寂。圆寂之前，他设立了自己的住所，名为上院仁康贡玛。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该住所位于哲蚌寺的高处，就在阿巴辩经场的下方。